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聽文哥說書，我係文哥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一個話題咧，係關於購物啊，究竟同呢個開心嘅關係啊。嗱，相信聽眾啊，當你如果有時唔開心嘅話咧，可能咧你發現喺腦裏邊咧就會湧現咗兩個詞語啊，一個詞語咧就叫做購物，另一個詞語咧可能係叫治療啊。嗱，跟住咧喺幾分鐘之後咧，你如果喺街度啊，就唔知點解咧，無端端咧喺附近咧入咗間鞋鋪去買鞋啊，或者咧入咗啲購物中心去 shopping 啊，然後咧你就開始咧希望可以瘋狂咁樣將你見到中意嘅嘢咧就一掃而空啊。但其實咧呢樣嘢咧係咪真係會令到你快樂嘅咧？嗱，當你買咗一對新鞋咧，或者一啲高科技嘅產品之後啊，其實你有咩感覺呢？嗱，如果呢樣嘢咧真係令到你開心嘅話咧，又究竟可以維持幾耐呢？好啦，文哥喺度同你分享下最新嘅研究啊，去回答呢方面嘅問題啊。嗱，更重要啊，呢啲研究嘅成果咧，原來都揭開咗咧最明智嘅花錢方法，同埋佢關於呢個快樂嘅方式啊。嗱，有一個心理學家咧就研究咗啊，當你咧去買錢花錢去買快樂嗰陣時咧，花錢咧其實可以係買一啲商品啦，譬如係最新款嘅裙啦、服飾啦，或者係手機啊，或者咧花錢去買一啲經驗啊，譬如去出去食飯啦，買一個演唱會飛啊，或者咧係一次嘅度假。好啦，究竟呢兩樣嘢嚟講啊，邊一樣嘢咧係會更加好呢？好啦，就有兩位嘅心理學家咧，就首先咧展開咗一次國際性嘅訪問調查。佢哋咧就請嚟世界各地嘅一啲人咧，去回憶翻自己花咗錢之後咧買快樂嘅所謂產品或者經歷啊。然後咧，對呢一啲嘅商品同埋經歷咧，就給自己咧去打一個叫快樂程度嘅打分啊。而喺另一個嘅實驗度咧，佢哋咧亦都咧將呢個參與者咧隨機分成兩組，要求佢哋咧一組去回憶翻近期咧佢去購物嘅一啲嘅經驗啊，同埋咧另一組咧回憶到佢係購買經歷嘅話咧，究竟喺個情緒嘅狀態方面嘅打分係點啊？好啦，呢兩個實驗嘅結果咧，都清清楚楚話俾我聽啦。無論係一個短期或者長期咁睇買經歷咧，其實都比買商品咧帶俾我哋咧更多嘅快樂啊！大家想唔想知道點解呢？原來係當人咧去經歷一啲記憶嗰陣時咧，其實好容易咧，隨着時間嘅流逝咧，而個人咧有啲嘅過濾啊。譬如咧，你可能會咧忘記咗原來咧你要坐飛機，但係好攰去旅行啊。咁你只會點呢？係記得咧喺沙灘上邊，全身咧喺度曬太陽，好開心、好放鬆嘅嗰一刻啊。但係咧，我哋嘅商品咧就會咧隨住時間流逝咧，而變得咧破舊過時啊。同時咧，購買經歷咧係會俾我哋咧採取一種咧最有效導致快樂嘅行為啊。即係咩啊？即係話同其他人一齊共度時刻咯。嗱，另外社會性本身咧都係經歷嘅一部分嚟嘅。嗱，當你咧如果將一啲嘅經歷咧去告訴俾其他人嘅話咧，你嘅經歷咧就有具體嘅社會性啦。嗱，與之同時咧，購物咧都係咧最時髦啦，或者咧係最昂貴嘅產品多嘅。嗱，有時候咧反而會令到你咧妒忌你擁有嘅商品嘅朋友或者家人咧，而拒絕來往添。嗱，而對呢個商品嘅把玩咧，都會使你咧不知不覺咁樣陷入咩咧？就係孤立嘅狀態啦。
好，但係呢，購買呢一個快樂嘅經驗呢，就呢反而呢係有一個嘅時間嘅保鮮添。好啦，今集嘅分享到差唔多啦。咁大家呢，以後聽完呢個節目之後，會唔會都考慮花多啲錢去買經歷，而唔係花錢去買商品呢？好啦，希望大家都中意今日嘅節目啊！多謝大家收聽，我係文哥啊，我哋下次見啦，拜拜。